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望乡省的老家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以前我在望乡省的时候住的房子。10年的时候就开始住在这里，然后到了15年去望乡，这个房子就空的，就没有住了。这棵芒果树是我自己亲自种的，当时那个芒果树的那个树枝还被牛吃了，我以为还长不大了，没想到后来你看长这么好。这些树基本上都是我种的，你看。哎呀，没有人打理啊。这个是呢老岳哥来搞嫁接的吧，意思是从这里把它包起来，然后长出根来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截去地里面摘了。这个是诺丽果。后院还是有一小块地方，这个房子的侧面，这个荔枝树啊，我看种下去有10年了，应该10年都不止了，一直没结果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这里原来没有自来水嘛，所以是打的地下水，当时打下去有大概16米吧，然后买了个抽水机。当时我老婆，哎呀，可能她也是担心被人家偷啊什么，搞了个笼子关在里面。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。这里原来我们养过那个姜秋，这棵芒果树，这棵芒果树是好几年了。老吴这边这种寄生特别多，这种你看，寄生在这个树上，就像在森林里面一样。你看这种寄生，你看，还有墙上也有。这个是那个南姜，以前就在这里后院这里吃火锅啊，干嘛的就在这里吃。哇，这里怎么长了一棵诺丽果树啊？这得把它砍掉啊！这里有一个蚂蚁包，这种双蚂蚁，它就把这个叶子几片把它包在一起，就做成它们的窝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吃蚂蚁蛋的季节。如果是那个吃蚂蚁蛋的季节的话，把这个包把它拆开，里面有好多蚂蚁蛋，可以用来做凉拌啊那样，或者是煮那个鱼，双鱼都可以。因为它那个这是双蚂蚁嘛，它本身是有一股酸味的。看一下有没有那个蚂蚁蛋啊？算了算了，进来里面是这样的。这个房子大概有180个平方，里面进来就是客厅，客厅是这样狭长的，然后一直走，这里是个饭厅，饭厅旁边有一个卫生间，然后这里是厨房。我把灯开一下，哎，刚才那个后院就在这里嘛，是吧？哦，那棵树，等一下把这个树砍一下，这个搞到上面的瓦了。这是做饭的地方，现在你看都空了。这个冰箱也可以用，这个灶也可以用，煤气也有。其实有时候过来住的话，有那个想做饭的话，这里也可以做饭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房间，有个小房间。
这里是主卧，这里是一个副卧。哇呀！这是大哥家的女儿，这是我女儿。以前的结婚照，你看还挂在这里。这个是以前我在邵玉伟的时候，在那边买的桌子，就是买的木头让他们加工的，是那个铁力木的，我就喜欢这种自然形状的。然后这个凳子也是那边配套一起弄过来的。现在要有找这样的木头的话，很难很难的。刚才随便砍了一下，但是有这个上面也有这个蚂蚁窝啊，所以不好弄。这个蚂蚁哇，这么多，你看。我这轻轻砍了2刀，不敢再弄了。再弄的话，那个蚂蚁爬到身上来。这蚂蚁咬到的话，咬着它那个咬得特别狠，然后又酸又痛，特别难受，又痒又痛。没开不呢？哦，还是有蛋的，你看。你看它咬的你，你看它咬的你。没开模呢，牛。开模，见冇？是。拜。Oh no！ 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周末愉快，再见。